大家好，我係3A 班黃星。今日我想介紹一本書，呢本書嘅作者係魯迅，書名叫《野草朝花夕拾》。呢本書分成兩部分，第一部分《野草》係魯迅唯一嘅散文詩集，描寫住佢喺困境入面孤獨同掙扎，有住好似過客入面，即使遊客過客破住腳都拒絕停下，就係講咗咁唔得，我只能夠走。而喺第二部分《朝花夕拾》就記述住作者由童年、青年到成年嘅人生經歷同見聞。有住好似阿長與山海經入面對長媽媽嘅懷念，同埋為長媽媽為魯迅買山海經嘅感動，仲喺狗、貓、鼠入面對由童年對貓嘅厭惡到批評正人君子嘅虛偽，以及24孝圖入面批評封建制度所產生嘅孝道故事入面嘅缺陷，例如好似郭巨罵兒同老來如親等等。喺野草呢一篇入面，我最深刻嘅故事係過客。魯迅利用咗呢篇文記錄咗自己內心嘅矛盾，感受因為時事所逼同埋孤獨奮鬥苦惱，但又繼續堅持嘅無奈。內容係喺一日嘅黃昏入面，因為衣衫襤褸、傷痕累累、既疲憊又口渴嘅過客，佢向因為老人家要水飲過水之後又唔休息，又或者回頭亦同老人家傾起咗偈。過客既唔知道自己邊度嚟，都唔知道自己係邊個，淨係記得自己一直繼續向前面行。老人家話前面係墳墓，但小女孩又話前面有百合同蘡葦。但過客又聽到前面有聲音催促住佢繼續前行，因為後面係佢憎惡嘅名目、地主同埋疲憊嘅笑容。雖然老人家勸喻佢休息，但過客又話佢只能夠走。小女孩又俾咗塊布幫過客包紮傷口，但過客又拒絕，因為佢怕布絲會令佢好似禿鷹見到死屍一樣徘徊，又冇辦法感激，最後先將布俾返女仔，孤獨咁向野地入面行過去，最後以過客堅定嘅背影結束。呢度突出咗文章嘅主題同絕望對抗，即使前面係墳墓都好，都要一直行落去，表達咗對現實嘅憎恨同埋時代入面我哋必須要向前行嘅使命感。第二章故事《朝花夕拾》入面，我最中意嘅兩篇故事係《阿長與山海經》同埋《24孝圖》。阿長與山海經就係以魯迅嘅童年回憶描寫，記述住佢兒時保姆長媽媽所帶俾佢嘅影響。24孝圖就係魯迅對於嗰啲反對白話文嘅人嘅批評，以及係扭曲孝道嘅不滿。首先，《阿長與山海經》呢一篇講述嘅主角就係長媽媽，係魯迅屋企請嚟嘅女工。雖然唔係信有得嚟講，但佢就好似魯迅嘅第二個媽媽咁樣陪住佢度過童年。喺呢篇文入面，魯迅首先寫佢嘅缺點，例如係每日都喺度低聲議論人哋嘅事，用手指比劃令人反感。第二，咩嘢都要告狀，仲有夏天嘅時候將個身體擺成一個大字，令魯迅熱到反唔到身。仲要成日都有住一啲麻煩嘅規矩，例如元旦嘅時候要先食腹骨，人死咗唔可以講死，只能夠話老掉了。雖然魯迅睇落好似好討厭長媽媽咁，但佢又喺從中表達咗了解咗佢對魯迅嘅內心用心良苦，以及對長媽媽對細路嘅關愛，先令魯迅明白到雖然佢冇文化，但就有住最真誠嘅愛。魯迅當時聽過由遠房嘅叔祖面聽講咗《山海經》嘅故事之後，就念念不忘，想睇入面嘅圖畫，但後來又俾人告説話已經係揾唔到㗎啦。之後長媽媽注意到之後，佢又告假翻屋企，一翻嚟嘅時候就同魯迅講有畫嘅三亨經，佢又買咗翻嚟之後，自此魯迅心入面又對長媽媽發生新嘅敬意。人哋唔肯做唔多事，佢長媽媽做又可以成功，亦都令呢幾本山海經成為魯迅最愛嘅寶書。喺第二篇嘅故事《24孝圖》入面，最初魯迅就係認為孝順只係聽話從命，但喺睇過24孝故事之後，先發現原來孝順係比想像中難幾十幾百倍。雖然有住好似黃香扇枕同埋紙老虎米等等可以盡量仿效故事，但哭竹生筍、用眼淚令竹生出筍同埋卧冰求鯉等嘅故事，更加可以佢批評為呃人嘅鬼話。而老來如親瞓喺地下學嬰兒啼喊而令父母開心，同埋國劇賣兒入面嘅國劇為咗令媽媽食飯，所以活埋咗自己嘅細路，仲挖到一虎黃金，更加體現咗佢更加批判咗呢個係封建制度之下孝順嘅本質，竟然係要犧牲細路嘅人性同埋生命。文章入面更
咁批評嗰啲反對白話文嘅人，話佢哋要將中國細路食入肚，提倡讀古經，就係要令細路讀嗰啲害人嘅孝子教科書。雖然魯迅而家發現咗大個都冇人去做呢啲咁嘅老玩意，但係都留下咗兒時嘅陰影。佢冇反對嗰啲真切自然嘅孝順，而係反對嗰啲扭曲兒童思想嘅極端孝道。最後，我體會咗呢兩篇文章反映咗人性同愛嘅兩面，一面係長媽媽溫暖嘅關懷，另一面係人性同孝道扭曲。另一科教導我哋做人要真誠包容待人。我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觀看。